泰国喜剧片《现实好友》，女主角找来9年前经典泰片《初恋那件小事》的女主角平采娜，搭配泰国新生代小鲜肉 Nine 演出工具人爆笑剧情，让不少影迷笑翻。除此之外，客串演员像是马来西亚歌手四叶草以及黄明志演出饭店服务生，都让人感到惊喜。电影《现实好友》，我爱你，亲，我们做朋友不是很好吗？没错，他认定我只是好朋友而已。一对青梅竹马，男方被发好人卡，始终难突破友谊界限。26岁泰国女星平采娜搭档泰国小鲜肉 Nine 合拍爱情喜剧电影。电影《现实好友》，你有想过，如果我们在一起会怎样吗？平采娜饰演的小晴，爱上了一名天才音乐制作人，进而交往。男友泰德因工作需求，身边常围绕着许多年轻美眉歌手的诱惑，其中这一位出现，让台湾观众超惊喜。电影《现实好友》，虽然他们只一起工作几个小时，但你觉得他们会假戏真做吗？眼尖观众发现，穿着绿色洋装的就是马来西亚歌手四叶草，在片中又唱又跳，还疑似跟平采娜男友搞暧昧，让她超吃醋。泰星平采娜，没有男性工作人员要跟我说话，他们都坐着一直死盯着歌手们，呵呵的傻笑。还有其他8国的美女歌手，像是前韩团 Miss A 成员孟佳，不止在片中挎刀，还演唱多国语言的电影主题曲。四叶草，想太多，我只要你对我，你的心永远和我在一起。经典旋律搭配明快节奏，立刻在泰国疯传，成为超夯洗脑神曲。除了四叶草，里面还有一位超级抢眼的服务生，推着行李推车，在女主角平采娜背后现身。歌手黄明志也在剧中客串，虽然一句话都没说，但假装严肃的搞笑神情，也让台湾粉丝觉得是个有趣的小彩蛋。